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後書13章11至14節，末了的話。還有末了的話，願弟兄們都喜樂，要作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。如此，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。你們親嘴問安，彼此務要聖潔。眾聖徒都問你們安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愛、聖靈的感動，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呢個係保羅寫俾哥林多教會嘅結語，佢仍掛念住佢哋嘅成長，因此喺結束禱告之先，再三叮嚀佢哋要長進。11至13節，末了的勸勉。保羅首先願佢哋都喜樂，呢個喜樂係從神而嚟㗎，因為遵行神嘅心意。仲有4方面嘅提醒：第一，要作完全人，就係靈命不斷長大成熟；第二，要受安慰，其他嘅譯本嘅翻譯係要服勸勉，或者接受我嘅勸告。意思就係願意接受保羅嘅教導，改變過嚟。第三，要同心合意，提醒佢哋要放下個人嘅主義，追求同心。第四，要追求和睦，唔好再結黨紛爭。若果佢哋咁樣做，就必經歷賜仁愛與和平嘅神同在。其實神不斷與佢哋同在，但因着佢哋嘅結黨紛爭同個人主義，呢啲罪已經蒙蔽咗佢哋嘅屬靈認知。只要佢哋稍有改變，就會重拾屬靈嘅敏銳，察覺到神係與佢哋同在。保羅仲要提醒佢哋親嘴問安，彼此務要聖潔。呢個唔係指道德方面，乃係話佢哋彼此都係聖徒。咁樣嘅問安係標誌住佢哋嘅和諧同合一，暗示佢哋嘅問安必定包括住真誠，唔係喺虛假嘅禮儀上，乃係喺心靈嘅真誠上。13至14節，祝福禱告。不但保羅向佢哋問安，眾聖徒都問佢哋安。呢度表達出合一嘅關心，係跨越國界同種族。最後，保羅奉三位一體嘅神向佢哋祝福，願主耶穌嘅恩惠，呢個係主耶穌因着佢嘅犧牲帶俾人嘅恩惠，係表達出父神嘅慈愛。聖靈不斷喺信徒當中作工，呢個係保羅禱告嘅重點。保羅已經結束佢嘅書信，佢有情有理嘅勸勉同祝福，的確係令人感動。呢度叫我哋反省到：第一，屬主嘅人應當追求靈命嘅成熟長大；第二，信徒追求合一；第三，三位一體嘅神好願意賜福俾屬佢嘅人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差派主耶穌為我哋犧牲，叫我哋成為蒙福嘅人。求主叫我哋唔再徘徊喺信仰嘅起步點，要竭力叫自己嘅靈命成熟長大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保羅強調教會要和睦同合一，對每個肢體有乜嘢提醒呢？第二，你相信神常與你同在嗎？第三，哥林多後書對你有乜嘢最大嘅提醒同學習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